伫咧新德县的华山新埔甲关西这三个乡镇，都已经宣布要发疫情的纾困金。最近也传出讲湖口乡要发3000块的消息，在地乡民代表表示，若准保以外应该会通过。不过乡公所也讲，细节要听候确认了后，才会正式宣布。湖口老街游客看起来真侪人。最近网络顶悬传出，户籍在新德县湖口乡的民众唔免申请，就使领到纾困金3000块。而且上紧4月底进前就使领到，消息一出来，民众拢真欢喜。每个人发3000块，让大家当纾困金，当然很好啊。现在物价也上涨了啊，只是有这一笔这个3000块，也对我们有一大帮助啊。乡民代表讲，代表会第1月初一读通过发放振兴纾困金自治条例的草案，15把二读过啊。喊算30会搁再召开临时会，应该顺利3读通过。目前湖口乡人口差不多79000外人，若是每人发3000块纾困金，按算爱开2.4亿。来帮助我们的乡亲，所以才会来提议说，是不是来发放这个3000块，来补偿一些我们的乡亲这些弥补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冲击，这样。不过乡公所回应，目前还有细节爱讨论，代表会也未完成立法定书，希望代表会考量纾困金发放，敢会去影响到乡内建设甲福利政策。即马落定论，阁是上过头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